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一年又要过去了。我替妈妈做个年底总结吧。这一年总的来说还不错，要说不足，主要还是余额方面的不足。从年初的一无所有，到现在的身无分文，妈妈做到了不忘初心，始终如一。虽然今年一事无成，但也靠自己的牛马工作成功养活了我。接下来新的一年，希望妈妈财源滚滚，我也圆滚滚。仲忙，記得訂閱我哋豹貓私房菜。下集再見。